老乡，他就看到别人在看大路，没比赛的，听我儿子，他可能会听清楚。听你的比啥子的，他在大路叫，都远看不懂。啊，我嘛，那可不是，那是哪个？太给咱的这个当家了。还有啥人在这面儿？什么？那当不当？哎，那是我刚才的。这看看啊！哎，香港过。स्कूल में नंबर दे都是爱看的舞蹈，看到也帮不了。那我估计那些人他们不这个劲。你那是帮不了的，忙着。Hey.